国土计划法明年4月底就要来实施，也毋过煞有部分的县市反对，在野党的立委甚至阁话要来修法，予伊慢车实施。一寡权团甲学者就跳出来，即支讲，遮讲反对的人，因根本就是希望会当伫农地大开发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阁一届排审国土计划法修正草案，不过立委对前一届的议事录较紧有疑虑，轮番进行定数发言，无进入条文实质审查。关系到国土地属的国土计划法明年4月底上路，但部分县市有疑虑呼吁暂缓。会知内政部长刘世峰点名，佮8县市无交国土功能分区图。那这8个县市呢，大一部分呢都是。国民党所主导的县市长，新北市、台中市、云林县，还有苗栗都答应要在12月底之前送。有检讨空间，但权团坚持不应该延后上路，指出已经开将近20年，立法了后阁开8年时间准备，无正当理由一延再延，更加批评提案延后的立委实在家己法当作是囡仔咧耍。内政部已经依照国土计划法如期的去展开他的所有作业，反而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带头去违反他当时制定的法律。当年推动立法的立委林淑芬强调，国土法上重要精神就是保护优良农地，而且现有区农舍权利完全是无受到影响。很多势力也在影响地方政府，所以他们要的根本不是说我向人民要我能不能盖农舍，他们要的是我要农地变工业区。我要农地变建地。有一些人会想要干掉国土计划，他想要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开发，他不希望受到管制，不希望受到引导，因为重点是他的地在哪。学界嘛发起联署，要求国土计划法如期上路，已经有将近400人、68团体加入。记者彭耀祖、林俊贤、林春梅台北报道。